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俘虏，聊一聊战俘。交战双方互相抓住对方的士兵或者是战士，俘虏对方的战士，这个是常有的事。最近在俄乌战场上有2名俘虏引起的外交方面的风波啊，现在正在这个叫扩散或者在演进。大家都知道，前几年啊，在俄乌战场上，乌军俘虏了2个为俄罗斯打仗的雇佣兵，而这2位雇佣兵正好来自大国。现在乌克兰方面拿着这个要说法，大家也知道，无论是乌克兰方面还是俄罗斯方面，都有很多国家的人在他们那儿当雇佣军，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都在为对方作战。甚至啊，同一个国家的人，有人去乌克兰，有人去帮俄罗斯，大家都知道，所以在战场上也是屡见不鲜。我们看一看外媒是怎么看待这个事的。今天联合早报他刊登一篇文章，标题叫在乌克兰为俄罗斯而战的大国雇佣兵。有的时候用这个大国印度是为了这个节目能够顺利的与大家见面，所以大家知道说的是什么就行。他这个配图是2名这个大国的雇佣兵在简易的牢房里面，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军营里面拍的照片，是乌克兰安全局4月9日发布的这个照片，显示被乌克兰军队俘虏的2名疑似大国籍雇佣兵中的1人被拘留在乌克兰一处秘密地点。这是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也就是4月8号，在一个记者会上宣布，军方在乌克兰领土上抓获了2名在俄罗斯军队里作战的大国士兵，有证件、银行卡和个人信息为证。这是俄乌战争爆发3年多来，乌克兰首次抓获大国籍战俘。泽连斯基说，他已指示外长与大国方面联系，希望大国就大国公民参战一事做出解释。这个确实都是心知肚明，但是真要把它拿到桌面上来解释也挺麻烦。泽连斯基隔日也是4月9号再次在社媒发帖指出，根据情报部门掌握的消息，目前至少有150余名大国公民在乌克兰境内与俄军作战，乌方手上有这些人的年龄、在大国住址等身份信息，实际上就是身份证甚至护照号都有。泽连斯基也说，大国知道俄罗斯在大国社媒平台上招募士兵的行动。这里我解释一下，有很多人说乌克兰已经抓获了、俘虏了150名大国的雇佣军，这个说法不对。泽连斯基明明说他们通过情报系统掌握了有至少150名这个大国的公民在乌克兰境内为俄罗斯作战，并没有说被这个乌军俘虏，只是说乌方通过情报系统搞到了这份名单。而泽连斯基的贴文还附上了2名大国籍俘虏受审问的视频。据乌克兰网媒基辅独立报报道说，其中来自河南的王广军34岁声称，他为了加入俄军，向一名在中国的中间人支付了30万卢布，换来事后可以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的承诺，并在今年2月抵达莫斯科入伍。你看看，谁说俄罗斯身份不吃香啊？这果然有人还去冲着这个俄罗斯身份去了，不服是不行的。另一名战俘来自江西的詹仁波27岁，则是在去年12月以观光客身份入境俄罗斯后，看到网上的募兵广告说可以获得200万卢布报酬，便填表申请加入俄军。你看这2个人正好是2种途径，一个是在国内被那些中间商，这个说明有一个渠道在干这个事情，那一个是游客的身份到了俄罗斯之后在俄罗斯加入的，那恐怕政府就比较难控制了。这个张仁波还透过一名翻译员表示他没有作战经验，从来没有拿过武器，这是他第1次被派上战场，第1场战斗任务就被抓，只能说明他命大，没有被无人机给炸死。到了星期五，就是4月11号，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盟国军事首脑会议上干脆说，有数百名大国公民在乌克兰前线与俄军并肩作战。大国外交部4月9号与10号连续2天做出回应，很相似，也就是回应都差不多，都是贯口。发言人说，大国正向乌克兰核实有关情况，并强调大国政府始终要求公民远离武装冲突区，避免任何形式卷入武装冲突，尤其应避免参与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我想你在大国，你能感受到是这政府的这个意思。咱们平心而论，实话实说，你比如说
抖音平台上面，这个是社媒上面主要是大国在俄罗斯的雇佣军他们比较喜欢用的一个平台，就是抖音。抖音上面有很多，我是记得最早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怀疑，都说你这是骗子，骗钱的，都不相信。后来随着越来越多，咱们也开始相信了。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在抖音平台上面，这些人他们由于受平台严格的限制，他们不能说的那么明白，对吧？就像咱们说这些话题一样，都遮遮掩掩，对吧？很多词都要代替，什么武器也不能说，什么地点也不能说，搞得神神秘秘的。刚开始咱们都认为那就是诈骗犯、骗子，确实也有骗子的，跑到什么搞个挺像俄罗斯的地方，或者是乌克兰的地方，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直播拍，有这样的吧？咱们刚开始还有这样的骗子，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咱们总认为这是骗子，后来的他们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记录自己的在俄罗斯在前线当雇佣兵的这种生活。还有一个姓孙的，我记得他是在那喊口号，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带着一群老毛子在那喊。最后就发现越来越真，原来这不是假的，真有很多人在那儿。但是总体上你可以看到，即便到现在，抖音平台对这个还是管得比较严，但是没有说封杀死。所以你看那些为俄罗斯打仗的那些人，他直播或者他拍短视频的时候，他也都是遮遮掩掩，恐怕也是为了方便过审。而且他们你可以看说他们已经换了很多号就被封了，封了之后他再换个号。外交部发言人还指泽连斯基所谓有更多的大国公民加入俄军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呼吁乌克兰方面应正确看待大国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问题所做的努力以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这个联合早报说，是不是真有数百名大国人加入俄军打乌克兰，还有待乌方提供信源证实总统说法，但大部分意见都认同，确实是由中国公民在乌克兰为俄罗斯而战，这些人却并非由大国派去的，也不是由政府派去的。我想这个大家都恐怕都认可。联合早报说乌克兰军队里面其实也有大国的志愿兵。你看乌克兰的媒体不是还采访过吗？咱们节目也放过，对吧？有大国的2个飞手在那专门操控无人机帮乌克兰打仗。联合早报说，事实上除了中国人，俄军里面出现的黄种人面孔更可能是朝鲜兵。媒体早前也有不少报道。此外，还除了来自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萨拉利昂、索马里雇佣兵加入俄军，许多人甚至估计俄乌战场上可能有数千名尼泊尔人。这个尼泊尔人历来有当雇佣军的这种传统那地方又穷，发展经济不行，去战场打仗一个月还能赚不少钱的。这个20万卢布、30万卢布一个月，对他们来说那收入是很高的，值得去一拼呢。说这些外籍雇佣兵参战主要是经济原因，就像上述被乌军俘虏的张仁波就坦诚是为了那200万卢布报仇。另一人王广军有报道称他为无业男子，还有报道说不少加入俄军的外国人其实都在自己的家乡遇到了法律问题，换言之就是走投无路的人，也自己在本国在老家混不下去了，要么就失信了，要么恐怕还有法律纠纷，或者甚至恐怕这都是有一些比如说灰色地带，也没有办法正常，走投无路到俄乌战场上去碰碰运气。这文章说，俄军外籍雇佣兵的薪资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应该是有吸引力的。据德国之声去年报道，俄军外籍雇佣兵的月薪在2000至2300美元之间，新入伍外籍士兵有一次性支付的签约奖金2000美元。据说如果阵亡了，还有大概500万卢布抚恤金拿。拜大国发达的互联网经济所赐，大国一些雇佣兵除了俄军薪酬，也希望摸索出别的挣钱套路。这个也就是他们为什么要直播，为什么要拍视频，不纯是为了记录生活这个大家也懂，为了做自媒体，以后流量可以变现，可以直播带货，也可以搞一些类似军事方面的拓展或者是延伸培训。他有实战经验，他听见过大炮的声音，够他吹的。说联合早报说，目前有好些中国雇佣兵拍摄俄乌战场视频，然后发布在国内平台抖音、快手等，除了满足自我和猎奇心理，凝聚网上对相关内容感兴趣的人群。有自媒体人士分析，长线看这是要积累流量，寄望活下来后日后退役回国直播带货，那才是挣大钱。我认为他们直播带货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直播带货不是说你有这个精力你就能卖东西，我估计他们更多的变现是那种
把那些军迷、军事爱好者，组织起来，给他们卖课，给他们一些模拟训练，恐怕在这一块更有发展。一名曾在法国外籍兵团服役的大国前雇佣兵叫大长狐狸，据报就是以这个模式在各平台累积破1000万粉丝，回国后虽屡经封禁，靠着直播 PK 等活动，年收入数百万人民币，这个就是成功转型的，年入100万人民币，那他这个雇佣兵的这段经历就值得。也有一小部分大国人加入俄军打乌克兰是为了信念，要打美国、打日本，反对北约霸权。说例如2023年底，首名被证实阵亡并公开姓名的俄军大国级志愿兵赵瑞，这个咱们节目还介绍过，其祖父是大国抗日战争的地下工作者，他自学生时代就对抗日文学产生兴趣，阅读了大量网络抗日小说。他决定前往俄罗斯参军，就是因为得知有日本雇佣兵替乌克兰作战，因此想前往乌克兰战场打日本人。这个估计是横店的抗日神剧看多了，手撕鬼子、刀劈鬼子、裤裆里藏地雷看多了。你说你跑到俄乌战场上去打那个日本人，关键这个日本人有帮乌克兰的，还有帮俄罗斯的，也就是在俄罗斯的雇佣军里面，那也是八国联军，哪国都有，对吧？有美国人，有英国人，有日本人，还有韩国人。那你说你到了俄罗斯那雇佣军部队里面，你见到日本人你敢打吗？你还跟日本人并肩作战，所以这都是属于那种逻辑不清、脑子有点乱的。你说你为了抗美抗日，你去打乌克兰，现在美国跟俄罗斯已经穿一条裤子了，那你抗美你怎么办？那你在俄罗斯那雇佣兵里面，你得揭竿而起，得起义，因为俄罗斯现在跟美国穿一条裤子了，那抗美打谁？所以这些人身陷囹圄，也是咎由自取啊，为自己的智商买单，甚至付出生命，太草率。大国在俄乌战争中一向自称中立，从未明确支持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也没有公开谴责，但大国明显接受俄罗斯发动战争的逻辑。俄罗斯认为俄乌冲突是美国、北约军事扩张所引发的，不少大国网民也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被迫的，是自卫行动，因此帮俄罗斯就是帮中国。不过现实中的战争是残酷的。前文所提到的赵瑞说，2013年前后曾秘密前往缅北参与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的战斗，不是詹仁波那样新兵首次上战场。即便这样，他在俄乌战场上上阵不到3个月就阵亡。这个最大的问题，我记得这个赵瑞他为了俄罗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结果死后还受到俄罗斯的这个鄙视、嘲笑、污蔑，说他是同性恋，说他这个说他那个，说的非常不堪，说他没有资格上前线，他是自己偷着去的。也就是他的死，俄罗斯人并不领情。你说这样的死有什么价值？感动，除了自我麻痹，没有任何意义啊！最后连尸体都找不到。最后那个凤凰网的那个叫什么卢宇光，因为他们是老乡，所以卢宇光给普京写了一封信，希望普京能重视，能把赵瑞的尸体带回来。但是这个事情不了了之。如果赵瑞的尸体被找到了，那俄罗斯方面一定会大做文章，鲜血铸就的友谊，拯救这个大兵赵瑞。当然了，这个拯救他的遗体，那你说绍伊古、别罗乌索夫、格拉西莫夫这些人还不得疯狂的做文章宣传呢？从这个凶残的乌克兰人的手下抢回了赵瑞的遗体。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说2024年8月，网传2名大国青年刘宏伟与刘杰到俄罗斯当雇佣兵，受训后被派往乌克兰前线助战，结果在战场上仅存活了1天就战死。这个恐怕是常态，更多的人都是这种状况，上去扛不过48小时，或者扛不过1周，全完成了耗材。有评论说，缅北作战就是躲在树林里拿枪互怼，在俄乌战场却是枪炮炮弹不花钱的打，无人机满天飞，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战场的烈斗，战场的残酷程度，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那俄军一天1.5毫米的炮弹，当然1.52毫米的炮弹，就俄罗斯他是打那种炮弹，一天5万发、6万发、7万发，这什么概念？那个韩弹都是3吨重。你缅北战场是什么，对吧？都是那种单兵武器、轻武器为主。咱们算过，一个俄罗斯士兵脑袋上
平均是10个无人机，你好好享受吧。这文章说，更何况有分析称，俄军通常会将不懂俄语和训练水平较差的外籍雇佣兵组成突击队，而这种部队的用途其实就是炮灰团。什么炮灰团呢？实际上它有2个作用，一个是吸引对方的火力，要通过炮灰团找到敌人的火力点在哪，因为很多时候都是暗堡。第二个就是通过他们吸引这个敌人的火力覆盖，因为你的敌人炮弹、子弹、武器消耗很大，那都是有限的，对吧？这一波人一上去把你火力吸引完了，人家后面的真正的主力才出现。所以这些部队炮灰团实际上就是诱饵部队，它就是鱼饵，诱饵就是准备去牺牲的。说著名国内媒体人才3月份专访了正在前线为俄军作战的大国籍雇佣兵马卡龙。马卡龙披露了俄军内部的种族歧视、物资供应恶劣等问题。他本人还因投诉长官侵吞其个人防护物资而被投入地牢。他也说，一旦自愿加入俄军，即便雇佣兵合同到期，也难以撤离前线，退出军队。你去了想走没那么容易。虽难以核实这一情况的普遍性，据网媒端传媒报道，在其接触到的大国雇佣兵中，已有3人声称自己合同期满却无法回国。在这种情况下，幻灭大概无可避免。几乎所有大国籍雇佣兵在受访或做直播时，都极力劝阻同胞赴俄当兵。在俄乌前线没有高额工资，只有死亡。有人甚至说，如果战死，连抚恤金也不能保证100%到手。赵瑞生前在前线拍摄的影片中，也呼吁大国年轻人不要参与俄乌战争，不要来，没有什么好来的，在国内找个工作好好干。这可能是为什么在乌克兰官方发布的视频中，脱离了战场的大国战俘双手被俘，神情含着一点点不安之中，同时却有一种安全落地的泰然。按照日内瓦公约，这种志愿兵雇佣军他还可以不当战俘对待，好像是这样的。你按战俘对待，必须是对方的这种正规部队，而且必须是穿军装，是正式编制，应该是这样的。雇佣军他不算这个战俘，也就是把你枪毙就枪毙了，打死就打死，虐待就虐待。俄罗斯普京、梅德韦杰夫，俄罗斯人多次表态，对战场上抓住了这个为乌克兰人打战的雇佣兵没有战俘待遇，全部就勒令投降，不投降就枪毙，就全部消灭。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这里面我要谈一谈我的这个看法。首先第一个，确实这跟政府关系不大。当然了，你要说没有关系，这不对。如果政府要管，他肯定能管住，至少管住这种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公开招募中国人去俄罗斯打仗的这种行为，对吧？这个肯定能制止。那中介有很多他在国内公开去招募，这些行为应该可以打掉的。至于他以旅游游客的身份进入俄罗斯，然后再去加入俄罗斯雇佣军，那这个就比较难管了，管不到。所以我认为政府在这一块要下点功夫，也就是说，在社交媒体上公然去招募的，或者是或明或暗去招募的，把这个通道啊也给它堵住，要整顿，要打掉。我觉得这是政府责任。至于跑到俄罗斯之后旅游，以游客的身份加入雇佣军，那叫天要下雨啊，娘要嫁人，你也管不了了。同时，我还得说一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加入俄军？我们不能否认，这里面有很多是黄俄。联合早报也说了，有的人是因为对日本的恨，有的人对美国的恨。总之，他加入俄罗斯的雇佣军，他觉得这是在不仅是帮俄罗斯作战，这是帮俄罗斯，就是帮国家作战。不能否认这样的人有，但是到底有多少？这个应该不是主流，恐怕都是奔着钱去的，走投无路，在国内也找不到工作，恐怕欠了一屁股债，或者是游手好闲，正常的工作他做不了，他喜欢这种刺激。这个恐怕是多数，也就是在国内他没办法正常。那有人就问了，那为什么你去俄罗斯，你为什么不去乌克兰？按理来说，乌克兰给的钱恐怕更多。所以这里面就要说一说，乌克兰既然缺兵员，这不是网上说的吗？乌克兰那个征兵都是闹得鸡飞狗跳的，你缺人，那你为什么不能吸引这些人去？反正这些人他在国内也正常不了，他去乌克兰去不了，所以他去俄罗斯。乌克兰明显的给的钱多，乌克兰的待遇要好一点。乌克兰他支付标准的保障啊，受伤之后送到后方，很有可能送到法国去治疗，他背后是欧盟。所以说按理来说，这个应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在国内混不下去的，因为债务问题、信誉问题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人，他应该更喜欢欧洲。他去乌克兰打仗，如果不死，他有机会在欧洲待着，那比俄罗斯不强多了吗？那你乌克兰为什么不
吸引这些人去，他并不是为什么主义打仗。我刚才说了，不是更多的人不是为了什么正义不正义，他就是为了解决自己问题，想赚钱，想有个好的前程，想通过打仗改变自己命运。那我觉得反而是应该加入乌军才更有办法解决他命运。如果乌克兰说了，你这仗打完半年解决你的国籍，你可以加入乌克兰籍，乌克兰以后加入欧盟，你看看，我觉得会更多的人加入乌军，帮乌克兰人打仗。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而且你乌军给的标准还高，待遇还好，连打工都愿意去欧洲打工，没人说愿意去俄罗斯打工。那这就说明你乌军在招募雇佣兵这块还是有问题的。不管你是什么问题，你说你乌军瞧不上大国人的素质，这战场的表现，那你瞧不上，那人家去了俄罗斯，那你也怪不得人家。我刚才说了，这里面大部分人他不是为正义、为什么主义、什么为国家而战，他纯粹就是解决自己问题。所以我认为乌克兰，既然你兵源缺乏，为什么不吸引这些人去呢？而一旦你给出俄罗斯一样的待遇，你说打完1年你就自动变成乌克兰籍，你看有多少人去吧，根本就不愁没有兵源。所以我认为乌克兰人如其揪着这个事情要个说法，实际上也没什么说法，你还不如自己改进一下，这样正好解决乌克兰没有兵源的问题。我刚才说过了，你如果说乌克兰是因为我们对当兵的有要求，雇佣军素质各种我都有要求，我瞧不上你，那你也瞧不上人家加入俄军，你也没办法，你的门槛太高，人家只有加入俄军。所以俄罗斯兵源它就源源不断，什么非洲人、尼泊尔人、印度人、塞拉利昂人，什么人都去了。我在想，泽连斯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这个事情，某种程度上有逼大国表态的意思。因为现在俄乌战争在外交在谈判上面已经进入了一个敏感时期、关键时期，泽连斯基抓住这个事情，某种程度上给人感觉有点小题大做啊。但是他这个要你表态。昨天这个叫查塔姆研究所，他发表一个看法，他说欧洲必须赌一把，赌什么？在乌克兰问题上与大国接触合作。你看现在呼声开始变了。查塔姆研究所是英国的一个老牌的智库，英国人想得深远呢，他认为欧洲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与大国合作。他的逻辑是什么？叫底线思维有这个意思。他说对于欧洲来说啊，最坏的结果可能是美国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你看现在正在整嘛，特朗普的特使对吧，斯特维科夫啊，刚跟普京谈完，说谈得非常好，这完全不管你什么乌克兰、欧洲什么感受，人家说谈得特别好。这个查塔姆研究所说啊，随后大国也加入其中，而乌克兰和欧洲则完全被排除在外，这就是最惨的状况。也就是美国特朗普和俄罗斯的普京两人捏咕一下，最后大国也参与一下，好，这个事就定了，你欧洲和乌克兰连发言权都没有。这个是查塔姆研究所的一个看法。但是考虑到美国和大国之间的贸易战，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欧洲要和这个大国合作的话，那恐怕这个局面有可能会得到改变的。事实上也是，你看大国多次表态，这个和谈必须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也就是欧洲的利益是要照顾，你和谈不能甩开欧洲人，这是大国是吧？好几次表态，那投桃报李，欧盟冯德莱恩也说，大国在俄乌和平这儿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你看看，一个是为欧洲参与俄乌和谈在创造条件，在给他呐喊，在给他铺路；一个是为大国参与互相铺路，实际上已经某种程度上在合作。包括昨天欧盟和大国之间达成新能源汽车没有关税，但是你得约定一个最低价，不能低于这个价格销售，那就倾销了，双方达成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泽连斯基老是拿这个说事，就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要大国你的表态，你得给个说法。这个外交就这样，有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是在给你出难题、刁难，在责问，实际上是给你抛出了一个橄榄枝，给了你一个由头，给你一个借口，好让你顺利的介入。所以你看，在当今跟美国的贸易战，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反抗俄罗斯侵略也是那种态度，这某种程度上不就是把大国和乌克兰相当于凑到一起了吗？因为至少是同病相怜嘛，对吧？这个大国和乌克兰都是受美国的气嘛，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有了这种靠近，或者至少互相理解吧？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应该抓住机会，因为俄罗斯是靠不住的。俄罗斯现在说的天花乱坠，永不背叛，这些承诺，这些发的毒誓没有用。诺言对俄罗斯人来说就是用来背叛的，合同协议就是用来撕毁的，所以还不如早做打算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